樣咧促進呢一個嘅敘利亞國嘅復甦咧？咁第三個咧就話咧，特朗普政府啊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法官、首席檢察官以嚟咧，呢個法院一直咧都係面臨住障礙嘅。咁另外咧，哈佛大學咧廉價大憲章嘅副本咧，竟然咧係一份咧1300年稀有嘅文件嚟嘅喎，哇！竟然揾到呢啲咁嘅歷史文件嘅嘢嘅，嗱咁咧就細標題有啲嚇。加巴德解僱咗2名嘅高級情報官員，並且咧將會調任咧負責準備特朗普每日簡報嘅職位嘅。法官咧就話特朗普唔能夠咧剝奪外交人員嘅集體談判權。至於喺北達科他州案件裁決消除咗7個州啲人咧根據一個叫投票權法提起訴訟嘅途徑。好啦，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就裁定啊，心跳嘅定義允許6週內咧係禁止墮胎，即係嬰兒啊心跳嘅定義。我呢個係跟進嚟嚇。咁啊，前聯邦調查局特工同5個大樓承包商因為秘密錄音批評特朗普而提起訴訟㗎。咁啊，特朗普機密文件案嘅檢察官咧喺同國會嘅私人採訪當中咧就援引咗嘅第5修正案。咁另外咧就有新嘅美國啊，呢個美國新聞啊，美國嘅新嘅軍事化邊境區咧引發對數百名移民嘅國家安全指控嘅。好啦，喬治城啊大學學生喺聯邦法院法官裁決後喺移民拘留所咧就獲釋嘅。咁啊，移民寄回家鄉嘅資金補助咧，幫助推動咗一啲城鎮嘅經濟發展啊。共和黨咧就計劃嘅目標就係咁啦，就有呢一個。好啦，美國接收南非白人難民後咧，南非嘅領袖同特朗普下個禮拜會面喎，有嘢傾啦，跟進啦嚇咁啊。好啦，特朗普衛生局局長就稱讚未經證實嘅迷幻療法，話蘑菇幫助佢揾到愛情。喂，迷幻蘑菇嗰啲係禁㗎喎，蘑菇幫佢揾到愛情啊！你有冇聽過？有冇？即係當然，我諗你都冇食過嘅迷幻蘑菇嚇。好，立法者咧就住呢個衛生部門裁員啦、凍結資金啦同埋政策變化咧，就向呢個甘迺迪提出質問。點解咁多甘迺迪咧？其實因為有聽證會啊，有聽證會啊，提到咧呢個嘅捉咗甘迺迪就去盤問審問問個明白。好啦 ，OK。有啲頭先講咗唔講啦。政府重啟學生貸款社會安全扣押，老人成為攻擊嘅目標嘅。貸款社會安全扣押係咪真係唔還錢係扣押 ？OK。加州州長概述120億美元嘅赤字，並且咧凍結咗移民健康計劃嘅進入，都不得不低頭啦。加州州長紐森，你嘅赤字咁高，嗰陣時仲話獨立添，係講即係傳咗出嚟㗎嘛啦。紐約市啦，哇！終於就入咗呢個嘅大嘅美國新聞啦。紐約市長白思豪，即係白思豪，即係上一屆啊，係好少提到佢個名啦。做咩白思豪？Bill de Blasio啊，咩事啊？我而家告佢啊嘛，佢要俾錢啊！哇！佢咧競選總統係啊，好低票啊嘛，佢初參選總統，後嚟就退出啦，係嘛？競選總統失敗，濫用公共資源啊資金，同意咧支付33萬美元嘅。好啦，咁轉頭見啦，咁等間咧再同大家講多啲或者美國嘅新聞啦、國內嘅新聞等等嚇。最新派台。聽埋一啲先。想跟你咬耳朵煩惱，就合眼聽着同一首歌，身邊新鮮空氣呼吸幾多都不夠多，哪怕做不夠里數，我自帶翅膀，霎眼已縮到最細。
慢動作你就如加菲貓，開心我最後就講好終點即刻賽跑。我最愛聽你意見，你又怕我煩，雀躍到失去控制，這未算野蠻。社區資訊盡在紐約華語廣播 AM 1480新聞報導。AM 480華語廣播，今日係2025年嘅5月15日星期四，美國東岸時間早上8點新聞由粵語報導。特朗普對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嘅制裁，導致該法院法庭工作停止。近3個月前，總統特朗普對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漢實施咗制裁。自此以後，呢個英國嘅大律師就無法存取佢嘅電子郵件，佢嘅銀行帳戶亦都被凍結。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嘅美國工作人員被告知，話如果佢哋去美國，將會面臨被捕嘅風險。非政府組織亦都停止同國際刑事法院嘅合作。一位官員話，法院嘅工作已經停止。去年11月，國際刑事法官小組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其前國防部長阿夫加蘭特發出咗拘捕令。隨後，特朗普對該法院進行咗制裁。法官認為有理由相信呢兩個人可能係犯有戰爭罪，因為佢哋限制人道主義嘅援助，並且喺以色列打擊加沙哈馬斯嘅行動當中故意以平民為目標。以色列官員就否認呢啲嘅指控。同時，法院正面臨嚟自通常被視為最堅定支持者嘅國家日益缺乏合作嘅問題。國際刑事法院冇自己嘅執法機構，而係依賴成員國。過去1年，包括2個嘅歐盟國家在內，3個國家都拒絕執行法院簽發嘅逮捕令。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將會放鬆對敍利亞嘅制裁，最終可能有助於敍利亞從多年嘅內戰當中恢復，亦都改變敍利亞人民嘅生活。專家表示，呢個係需要時間，而且解除對敍利亞嘅制裁嘅程序尚不明確。其中一啲制裁係47年前首次實施。雖然係咁亦都可以幫助正在擺脫阿薩德家族數十年獨裁以及戰爭國家帶嚟急需嘅投資，需要數百億美元嚟恢復已經受損嘅基礎設施，同埋能夠幫助約90%嘅人口擺脫貧困。特朗普承諾亦都已經產生咗影響。敍利亞人喺全國各地街頭慶祝，接收咗數百萬逃離敍利亞戰爭嘅難民嘅鄰國。阿拉伯領導人亦都對呢個消息表示讚賞。特朗普呢一個消息一出之後，敍利亞嘅貨幣星期2晚間上漲咗60%，表明取消制裁可能帶嚟巨大嘅變化，已經踏出第一步。財經方面，到呢個禮拜為止，各大嘅股票指數表現強勁。到而家，標準普爾500指數同道瓊斯工業指數分別上漲超過4個百分點，同近2個百分點。納斯達克指數同期亦都上漲超過6個百分點。週三交易當中，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0.1個百分點，納斯達克上漲0.75。與此同時，道瓊斯指數就下跌0.21個百分點。個別股票亦都上漲。NVIDIA 英偉達嘅股票今年已經轉為上漲，成為7大巨頭當中最新上漲嘅股票。波音公司同卡達航空表示，呢家嘅中東航空公司從該飛機製造商購買多達210架嘅飛機，創下紀錄。
根據通用電氣航空泰公司話，航空公司仲同波音公司簽署一份嘅協議，為波音飛機提供400台發動機。呢項消息喺波音執行長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卡達埃米爾喺多哈出席簽字儀式嘅時候宣佈，亦都係特朗普總統中東之行嘅一部分。呢筆交易達成之際，波音公司正在試圖擺脫一系列安全同製造嘅危機，同時飛機嘅製造商仍然持續係消耗現金。新澤西州嘅消息，新澤西州嘅交通局工程人員星期五早上會有機會罷工。如果係嘅話，新澤西州同紐約市工作大約35萬名嘅通勤者，可能就揾唔到其他嘅目的地可以有交通工具到。新澤西州交通運輸公司係美國嘅第3大交通運輸系統，負責營運新澤西州公車同鐵路，平日提供接近100萬次嘅出行，包括前往紐約市嘅出行。罷工將會導致新澤西州交通局所有嘅通勤列車會停駛。呢啲列車為紐約市克德遜河一側嘅賓夕凡尼亞州車站同另一州新澤西州北部社區以及紐瓦克機場之間提供繁忙嘅公共交通路線。而紐瓦克機場最近亦都遭遇到一啲無關嘅延誤。資深嘅問題一直喺呢個機構同機車工程師同火車工人兄弟會談判主要嘅症結。工會聲稱成員平均年薪係113000美元，表示如果機構執行長同意平均年薪達到17萬美元，就可以達成該協議。新澤西州嘅交通局領導層對工會嘅數據提出異議，話工程師平均年總收入135000美元，最高收入超過20萬美元。暫時仲未知道星期五早上會唔會罷工。喺新澤西州以及喺紐約市嘅通勤交通將會受到影響。新聞報導完畢。提供最準確天氣預報。紐約華語廣播 AM1480天氣報告。天氣方面，紐約市現時錄得嘅室外溫度還是嘅60度，冷風感覺59度。今日多雲有雨的一天，最高氣溫69度。現時嘅相對濕度92%，能見度非常低，只有1英里，係平日嘅1/10。請民眾留意出行嘅安全。至於喺風速方面，就比琴日低，最高只有7英里。日間落雨嘅可能性有5%，晚間多雲，落雨可能性有5%。日落時間黃昏嘅8點07分。預測明日星期五同今日嘅天氣都差唔多，但係有雷雨嘅可能性50%。氣溫稍微回升，最高有72度，最低60度。紐約市今日嘅換邊泊車條例如常執行。天氣報導完畢。福倫爾大道40